乐下士不为君，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正考三圣，落在中原山心地。大正至尊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迎雷震开无不入其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善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本源古彻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教，无影山前对儿童。婴儿要笑归家去，执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执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而点铁化成金。每日自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修听学人无收获，劳酸益满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统查得清。南观大帝慈悲助，救罪三草救众生，救苦天真来救世。经典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秦岭36元教，500观境随根，不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折起乍起遮日月，头顶森罗7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了弥勒尊。吾皇敕令即下生，说无难言归正宗。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语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1遍神通道，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黄鸟结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时空，三个，五个，6个，7个，8个，9个，10个手。10个手。咱后边迄个弥勒回向，愿将此功德回向，愿将此功德回向。愿生弥勒净土中，莲开月见此积德退上道，在万心弥勒净土中，莲开遍见处。还有或是来，我们下个月的5月份的启会班取消，但是因为第2礼拜多啥物，我们有活动，但是我们确定的时间，确定了大家咱的组长甲来讲，看咱的时间是8点。咱下个月。
月10号是经典班，来5月15日是白羊弟子的生死观，来就是21号的经典班。我们本来是23号5月23号是我们的成全班，礼拜五也是在我们2楼的经典教室这是我们的课程最后我们就是有布施但是呢，咱就是找无迄个布施迄个啥，去卡找无啦，坏啥但是呢，咱的浅显来讲，如果我们有要布施的，我们就先放在我们的咱这个刚刚顶伊家来修修找大概这个叫做福田铺满。咱讲有福田铺满来，各位浅显，你有没有拿福田铺满？你卡迄无看啊？无啦，无人找无1、2、3楼拢无看。书品都找不到，所以就事先放在桌子那个佛桌上面，一样的意思啦。咱搞看到了，咱记得。等一下，我们先开始等一下我们45分就目前有付钱人帮我们指挥进来。我有要布施的浅显如果没有我们就有吗？没有有。他是嘛？对。他是嘛？可以的。好了，那你来，立一下。